家都知道喽。其实呢，刚刚他们在表演最后的那一个5场竞技的时候哦，大家回去可以模拟一下。我们可能不是专家，不会理解。那么还是借由大家最热烈的掌声，欢迎拉脱维亚班尼什民族舞蹈团为大家带来热情而且快节奏的拉脱维亚民俗舞蹈。只是要让他们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儿呢，他们要几秒钟的变装时间，马上再回到舞台上呈现给所有的朋友们。很多的朋友呢，有没有感受到来自拉脱维亚我们所有舞台上的这个舞蹈团员哦，都是童话故事里面跳出来的人物一样？而且呢，大家其实很多人不知道，拉脱维亚呢是世界上性别女孩子比男孩子还要多的国家，差距大约在8%哦。所以呢，大家下次看到这个我们国家的这个国家友好团队的时候就知道了哦。拉脱维亚变装的时间已经完成了，我们继续掌声欢迎他们带来精彩的演出。
还有斯洛伐克精彩的演出，期待大家明天晚上7点半，我们一样现场见。再次谢谢大家，也请大家回去的时候注意交通安全，谢谢。